哎，你们看这个，多少钱？哦。太多人在骂他了吧？飞仔才不是他们说的那样，人都死了还被骂成这样，好可怜。今天上传这支影片是想跟大家说，我拍影片只是想以香港留学生的身份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的台湾，不是用这个来赚钱。对不起，如果我真的让大家那么不开心，也许我就不应该存在。如果我拍的影片有陪伴过你们，请记住那些快乐。我希望网络霸凌可以在我这里停下。估唔到你真係嚟咗台灣。係咯，當初以為講下嘅啫。咁都幾好啊！你好似都識咗好多朋友啊。好彩有佢哋啊！如果唔係我撐唔落去。我差唔多走啦。你記住，放假嘅時候咧，多啲返香港探下你阿爸阿媽，同埋飲你阿媽啲湯啊！得啦，我煩我阿媽。我走啦。拜拜。更年期早更症状：胸闷、情绪不稳定、易怒、性欲低落。有计划生小孩吗？哦，现在没有那个计划，顺其自然，反正还有时间。你没有时间了。更年期他没有说更年期，他说卵巢功能衰退会提早停经而已。那就早更啊！对，你再讲大声一点好了，再大声一点哈。那医生一定搞错了，我才40岁，我那么年轻。好啦，不要说我不关心你，帮你查了。更年期早更症状：皮肤干燥、热潮红、盗汗、胸闷、情绪不稳定、易怒。系啊，这上大条的，陈嘉玲，性欲低落。性欲低落。哈，我现在看起来身体状况那么好，那么年轻。干嘛？丢脸啦！你干嘛啦？陈家明，我喜欢那笔作。会啊，但是呢。怎么办？无啦，我看到了这个。去拿了？你去哪啦？怎么会是我去拿？应该是你去拿吧？哦，你们去，让女生去拿。那个雨伞在看我有点没办法。
哎呀，还是算了。那先弄了。我要走了。哎，那你俩的。